係啊 movie 啊而家1A 啊，大單邊啊！哇，個景靚到真係邊度揾啊！成個南北落海峽望晒啊！呢個露台嘅景觀咧，真係令人一見難忘啊！呢度就 L Hotel 啦，然後再望翻對面，拍緊 movie 啊而家，有 Ken Chan 着晒10幾萬一單啊！真係睇埋啲房先，聽我達到無倫嘅啦，唔使講噶啦，肥仔打個招呼啊！先入間細房啦，頭先睇過小人房，呢件咧呢間係細房嚟嘅，哇！即係你未嚟睇過咧，你唔知有幾大。喂 Wingo， 幾多尺啊？喂 Wingo， 1A 呢件1300係嘛？1300尺啊，各位同事。CY 你話正唔正？俾阿仙啊同阿反嚟睇㗎，1300尺冇得傾，堅靚嘅啫，你睇間房大到，點揾啊？廳房全海景，人見人愛，車見車載。好實喎，你一個幾個房啊？4房。足4個房㗎啫。阿陳生話足4個房啊，聽唔聽到各位同事？非常實用。我都有嘅喂。哇！聽埋到。